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10，箴言17章3節、22節安尼講：煉銀用鼎，煉金用爐。毋過上主鍛鍊人的心，歡喜的心是好藥，憂傷的心互骨孤單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阮鍛鍊心性。有歡喜的心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創造天地萬物，世界甲其中所有的創造主，你的權能大到拄天。你的信息充滿佇宇宙中，你的公義遍滿通世間，你的慈愛永遠直直。主啊，阮的生命攏是出自你，阮的一切攏是你所想事。主啊，我要用專一的心來敬拜你，也要來學努你的名。主啊，在人生的路，常常充滿試煉甲艱苦，總是願要倚靠你來贏過，因為煉銀用鼎，煉金用爐。毋過，上主鍛鍊人的心。歡喜的心是好藥，憂傷的心互骨孤單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